观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5月2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田雅纯。新闻头先来关心连锁医美诊所最近是陆续来爆出偷袭的事件。今麦个传出公德诊所的劳动店也互检警来查出有偷藏监视器，这店长甲2个员工是涉犯妨害性运输的罪嫌，先后以6万块至10万块来交保。爱尔利诊所爆出偷袭案了后，风波继续咧传。这回宜兰地检署接到新北地检的通报，去公德诊所劳动店发动突袭搜索。我们新任退委们当地这个分局宣查会的警员来这边做查核。好，旁边先可以稍等一下。要多久？我的经验，你们都要让我们等半小时。检警车备针对1、2楼营业空间搜查，迄当阵拢无查到啥货，也毋过承办检察官甲线索太过了后，认为案情并无单纯，车告决定扩大搜索，亲身带队伫3楼到5楼去查到伪装型监视摄影设备，互案情有大进展。这个案件经过检察官到现场指挥搜索之后呢，我们认为说业者那个犯罪嫌疑重大，那分别以10万元到6万元的金额予以交保。警方甲涉案的店长甲2个员工带走，经过检察官透明核实了后，认定业者涉犯妨害性运输嫌疑重大，先后交保。我们目前是有查到一些设备，那画面的部分也由警方他们在做处理。对医美诊所到商场换衫的空间接续传出偷袭，互消费者愈来愈有警觉。为着莫有空碰，检警也会继续扩大追查。记者综合报道。昨5月20是这总统赖清德就职满2周年，伊有发表谈话，讲到维持台海和平稳定，阻止外力改变台海现状是国家战略目标。赖清德也证实讲，针对军购案，会搁另外提出国防特别条例甲追加预算来应对，而且伊也宣布讲要提供0到18岁囡仔，逐个月有5000块津贴。总统直选30年来，台湾人民一次又一次用选票向世界证明，这是台湾的底线，也是台湾面对世界最清楚的立场。5日抗就职2周年谈会，总统赖清德重申国家主权立场，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维持现状是国家战略目标。因有机会甲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希望会当传达对台军购会当继续进行的4点心声。最近立法院只敢通过7800亿的军购预算，赖总统讲会用特别条例甲追加预算方式补给你。政府将亡羊补牢，另提特别条例，并透过追加预算与提高年度预算的方式，来进行商购、委办、国际合作，以及推动国防产业自主。郑丽文主席关于国家安全所提出来的2角的说法并不稳定，更何况郑丽文主席带头阻挡军购，影响到防卫力量，等于自断一只脚。国民党跟中国在进行的基本上是以和平包装统一的推进作为。赖总统批评国民党符合中国，无法度确保国家安全，并且讲9日共识无法度解决两岸问题，台湾人民也无可能接受。因为国家发展方面，赖总统宣布会搁再提出8年1000亿计划，告诉中小微企业甲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应用少子化问题，规划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一个人1个月5000，预算规模1年差不多2000亿。我们有必要提出一个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那我们第1篇就是提出家庭支持篇，未来我们这个成长津贴也会有其中一部分设计成儿童未来账户，他18岁的时候就有政府给予的经费，不管让他就学、创业。期待勇敢追求未来，赖总统提出2年的成绩单，自两化、外交、国防，各到民生、产业和人民经验。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前日昨晚去访问中国了后，捌讲到伫对台军售的议题，会搁和治理台湾的人来讨论。昨伊也搁明确来表示讲，伊最近就会甲咱的总统赖清德通电话。Do you have any plans to call President Lai of Taiwan before you make a decision on the weapons package? Well, I'll speak to him. I speak to everybody. We have that situation very well in hand.
We had a great meeting with President Xi. It was amazing, actually. It was amazing. Many of you were there. We'll work on that, the Taiwan problem. 虽然川普并无公平甲赖清德通电话时间，咱的外交部是表示讲，台美沟通真顺利。赖清德嘛讲，若有机会一定会向美国来反映台湾社会心声，强调希望对美军国会当继续进行等等四个重点。另外嘛，搁再表明讲，期待台美也有其他民主国家会当做伙来合作，促进和平甲安全。针对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的谈话，美国国务院今仔日嘛有回应表示讲，期待和台湾会当继续来合作，推进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且嘛呼吁中国北京停止对台湾来施压。国民党主席陈立文昨是咧中常会骂25分钟久，批评赖清德上任以来表示宪政造成严重的朝野对立，也佮质疑赖清德遵守宪法决心的讲法。通篇赖总统的谈话，很抱歉，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充满了谎言，而且也是今年最大的笑话。替赖总统就职2周年讲过，国民党主席陈立文严厉批评25分钟，也讲甲长刀啊，批评赖总统就任以来藐视宪政，造成严重的朝野对立，更加质疑赖总统遵守宪法决心的讲法。请问民进党什么时候下架台独党纲？请问赖清德总统什么时候废止你们的正常国家决议文？请问我们的总统，你到底是效忠中华民国宪法，还是效忠台湾国宪法？我建议赖总统对国家的安全做更多的保证，让人人真的国泰民安。国际的疑虑对台湾，你认为我们是不是会台独？会不会台独？那引发战争？那引发区域的不稳定，改变现状。被看做是赖总统争取2028连任，国民党稳总对手的台中市长罗秀燕，又再呼吁赖总统应该删除民进党党纲，来澄清国际议论。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天气，今仔是24节气的小满，咱讲立夏小满，雨水小干。今仔下晡就有方面瓦见，这水气会增加。伫咧北部、宜兰、花莲地区，也有各地山区过头拢有可能会落雷公雨，咱做伙来看温度。今仔早时各地拢是侪云到好天，嘉南东半部会高温大约30至32度，西半部是31至34度。气象署也针对台南、高雄来发布高温的警示，有可能热到36度。下晡开始水汽增加，明仔载桃园以北、甲新竹到嘉义的山区，拢会较高落阵雨。过到北部、东部嘛，阁有各地山区拢爱注意会落雷公雨，因若拜六又阁会是好天。我来关心，这台北市长蒋万安是推动无分的城市这个计划，伫咧西门町甲中山上款是有设置5间负压食薰区。蒋万安是强调讲，有9成的民众拢真满意这个设置的食薰区，嘛讲未来双北会做伙来打造无分的城市。这个户外负压食薰区是伫台北中山捷运站的外口，已经对外启用，封闭的空间内底有独立的空调。为着要降低民众伫路边食到2手薰、3手薰的危害，台北市长蒋万安去年初开始推动无分的城市。目前有选2个人丁较侪西门上宽甲新中山上宽，设立5间户外的负压食薰区。各种节，然后高压是拉的，不然人家有时候不知道这样，所以一堆有时候就容易故障。所以现在就说，是拉门，那就会加手把。蒋万安表示，9成的民众对户外负压食薰区的设立感觉满意，不过实际上民众的反应算是真无同。其实，在里面空气蛮好的，然后还有冷气吹，还有风，很赞。我觉得好像脱裤子换屁，吸烟就是你远离人群就好了，为什么还要多花公帑去盖这么一个吸烟器？近前有学者调查，台湾每年因为食薰所造成的生产力的损失，超过健保搭档支出的15%，也就是1300亿。学者也表示，政府除了拍拼降低食薰对市民健康甲环境的影响，要安怎降低食薰人口的比例，来减少生产力的损失，也是政府需要对源头解决的问题。记者郭佑基、谢桂明台北报道。
潮门水库通到新竹的联通港工程将进行最后小接拍通的部分。这个计划拢总分做3个阶段，总经费103亿，按算伫咧2028年就会完工。到时阵，逐工会当对潮门水库调度30万吨的水，来稳定新竹地区的用水。3、2、1，请启动。及水晶球启动贯通仪式的时阵，泵坑内工作人员也正伫进行最后的拍通工程。对直播现场的来宾加内面的工作人员，决定见证基具拍通泵坑的最后工程。伫14位辛苦的工作人员行出泵坑的时阵，现场的来宾回应热烈的呼啊声。刚刚着风的第一时间非常兴奋，对，非常兴奋，终于做通一个隧道，大家辛苦这么久，终于有一个新的成果了，一个新的里程碑。为了要增加水资源调度，也有新竹科学园区水源备源的能力，经济部水利署进行桃园潮门水库到新竹联通港工程，经过2年多的努力，总算把3.4公里的泵坑拍通。石门断层的话，那基本上它是一个比较地质破碎的一个区块。我们安放2公尺直径的一个管线，确保我们管线能够还是维持相关安全的一个输水的一个状况。潮门水库到新竹联通港工程计划全长25.2公里，分做泵坑道连接段、道路代设段加看河放水段3标工程，总经费103亿。伫2008年完工后，一工会当自潮门水库调30万吨的水去新竹地区，稳定民生加工业用水。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读早报，先来看联合报。行政院打扫指挥中心表示，Meta 社群平台，尤其是 Threads 顶悬有真侪买物件的诈骗，要求 Meta 要赶紧主动来修改演算法甲侦测系统，若无就要受法来管制，严格处罚。再来看自由时报，交通部公告修法，开放以约道原价停车去机场载人客，6月要先伫咧高雄小港机场试办，等相关的计划拟定好势，就会开放业者来申请。落尾是中国时报，行政院阁通过特别预算案，总经费2949亿外，今年要成编88亿。伫咧向立法院专案报告备询了后，立法院长韩国瑜也已经宣布付卫生纸。好，咱继续来关心这立法院初备时阵有通过国防特别条例预算，再也是抬调无人机等等这预算，拢总抬调4700亿。当行政院阁再通过特别预算案，规划2949亿外军购预算，今年度是要成编88亿，包含要采购海马斯火箭系统等等。因那在国防部长顾立雄也表示讲，除了阁再提出特别条例，也会阁规划追加预算甲有关年度预算才会手段。通过。在立法院初备三读通过国防特别条例，拜读上告含违制，尤其无人机的相关预算同大幅抬调。总统赖清德伫5日空周年记者会顶悬表示，政府会随来上办法，另外提出特别条例，而且透过追加预算和提关年度预算的方式进行。国防部嘛讲，包括追加预算也好，包括纳入年度预算也好，包括另提特别预算也好，都在我们的规划范围之内。但国民党立委马文君是提出进前关系到无人载具的国防预算，认为毋是钱无够，佮质疑政府甲监督预算，要求国防部说明，拢拍作是下入国防。115年，我们已经编了将近120亿，光是公开的资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无人机的预算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首先，海空战力提升计划建翔无人机是119.8亿，现在还在执行中。建翔它其实就是摆在特别预算啊。这是第一个，这是第一个哈。我知道，所以特别预算已经有了，还在执行。高空无人机，这个预算案比较大，就是 MQ9B。那这个部分跟我们现在要编列的国防自主的这个无人机，我觉得性质有很大的不同。由政府建议推出补救方案，民进党立委陈冠廷讲，着在野党要提出经济部主导的无人载具特别条例，结合军民两用产业能量，补救无人机和 AIG 灌载破口。对这倒用台表示爱进一步讨论。只管决策，这是大脑。那如果有了一些武器装备，但大脑不是由国防部来主导，却由经济部要来主导这个大脑，这个大脑跟这个手脚能不能配合得上？我倒是怀疑。类似经济部这种统筹型计划，那要另立一个特别条例。那
能不能涵盖这个军用的装备的部分，由经济部来主导？我觉得这个可能有一些法律上面要思考的一些问题。行政议会20日加开议会，通过特别预算案，而且送入判议来审议。针对第一批对美军国议定总经费的需求，差不多大票2949亿9098万，今年成本88亿，用机制应用。特别是5月31日，海马斯火箭系统付款期限将至。务必在最短时间内强化我国的完整战力。第一批项目是包括采购 N109A7 自走炮，海马斯多管火箭飞弹系统等5项，导引台马向朝野入未来化为，表示面对中国铺设地带的侵扰，台湾无对称战略的调整已经无搁延长的空间，希望朝野全力支持，确认通过。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抢救囝生少的问题，总统赖清德有讲要提供18岁以下囡仔1个月5000块津贴。不过，一寡民众是认为讲，这鼓励生囝的效果是真有限。因为民间团体是肯定中央的政策，不过嘛强调，干那分钱是无法度彻底来解决囝生少的问题。少子化问题严重，已经是国安问题。总统赖清德就职2周年，搁来提出2道新政策，规划提供0到18岁成长津贴，一个人1个月5000。不过民众认为，安尼救人生的效果有限。少子化，我觉得不是说一个政策多花钱就会解决。听起来好像不足以支撑，就是生小孩这件事情。在野的看法是无同，国民党立委谢良介讲，这项政策方向甲伊长期主张的0到15岁1个月加码5000块成长津贴理念同款，伊肯定。不过，民众党立法院党团干事长柯惠如是问，这项政策的钱要对倒来？每个月给予5000块，每年给予6万块，0到18岁的成长津贴。请问这个天文数字的财源从哪里来？也非常谢谢赖总统跟进龙街在台南市提出来的这些政见，大家可以共同来努力。育儿假或者是的育婴津贴、育儿津贴，请领的这个月数、请领的日数、请领的方式更弹性、更简化。知影伫进行100最电视台湾未来考作，由政府伫12岁以下的囡仔考作内面欠5班，过来一年搁再拨1万块入去，到囡仔18岁就当领到33万9。民间团体虽然肯定赖总统提出新的少子化对策，不过这种现金政策无法度改善结构性根本的问题。破除这些结构性的限制，让职场跟育儿家庭的生活是能够相容的。唯有这样子，我们认为才能真的解决台湾低生育率的现象。李定兴也讲，产假加陪产假的改革也会注意性别平等，鼓励男性做伙照顾囡仔，创造有相容性的优先职场，有共同照顾的平等家庭，是一定要有的结构性改革。记者综合报道。继续关心儿童的福利，卫福部有提出儿少宽发修正草案，甲儿少工作证的制度写入去。不过民间团体嘛指出讲，这列管的范围、查核的制度都需要补破网。因是烦恼讲，按照目前的草案，包含虐待囡仔也被判刑定案的，也是买卖儿少性影像的人，恐惊是无法度禁止这的人去做儿少工作者。虐待囡仔也是侵害儿少权益的代志，社会上接听到。卫福部有提出儿少宽发修正草案，甲民间倡议的儿少工作证制度概念放入去，要来管理儿少工作者。不过制度连司法起人指出，草案在列管范围排除对象的制度，也真需要补破网。亲像艺人黄子佼在色情网站买儿少性影像，但是落尾是以告自罚去判刑的，未来恐惊也会当做甲儿少相关的工作。言语治疗师、性侵自闭儿童，这些都是历历在目。依照现在的草案，这些有专业执照的人都不需要透过儿童工作证制度的审核，才可以接触儿童。教育、照顾跟训练这3种类别的工作者才会需要申请工作证，这样很多其他的类别就会是漏洞。民团指出，亲像针对囡仔提出的下令影小店长等等，足侪拢是草案无规范到的，因要求儿少工作者列管范围，上无爱阁增加服务休闲甲宗教3类。另外，这目前草案除了牵涉性犯罪，亲像有严重甲无记录捌虐待囡仔，刑事判决也未定案的，所以要是会当做儿少工作者，民团要求草案就要修正。法案当中呢，并没有把曾经对儿少有重大暴力跟虐待的人纳进去。我们现在在说的事情是，我们如何预防有前科的人，但是他这么明显的漏洞，在目前法案当中都还没有补起来哦。
兵团嘛表示，草案当中，敢若雇主要请人的时，会当决定敢要去调查员工有不当记录无。请人以后，若准违法，政府嘛要通知雇主甲家长。兵团要求法案爱互雇主检查证据无，爱看部会建立随时更新的查获资料库，增加通知雇主家长的机制，互制度更加较全。记者卢尚珠、郑准友台北报道。镜头换来看国际，罗西亚总统普丁去访问中国北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伫咧天安门广场以军礼来欢迎。两个人会谈强调建立多极化国际秩序的重要性。因为学者是分析讲，普丁这届访问重点也是要来推动第二条西伯利亚广线计划，希望会当稳定伊罗西亚天然气的输出。中国发动真侪小学生伫天安门广场用中文的口号欢迎来访的罗西亚总统普廷。简单的仪式结了后，普廷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伫人民大会堂进行大约1点半钟的高峰会。中方暗中批评美国对委内瑞拉甲伊朗发动攻击，扰乱全球能源市场，同时强化制裁古巴，加深伊经济危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单边霸权逆流横行，但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仍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经济真外靠能源出口的罗西亚，对着欧美经济制裁，除了两大能源集团的执行长随同访问北京，普廷也真面白来解释，希望因互去年签署备忘录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天然气广线计划，会用赶紧来建设。Даже на фоне неблагоприятных внешних факторов наш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хозяйствен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демонстрирует хорошую высокую динамику. Локомотив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китайское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в сфере энергетики. На фоне кризиса на Ближнем Востоке Россия по-прежнему сохраняет за собой роль надежного поставщика ресурсов, а Китай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го потребителя этих ресурсов. The big thing on Putin's agenda will be to push through the pipeline, so to get the Siberian pipeline going. 这摆出访北京的罗西亚代表团的阵容真大，包含第一副总理曼图洛夫甲另外2位副总理，另外还有外交农业部长、央行行长、太空总署执行长等几10人。西方的政治学者讲，对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美国总统川普，还有是罗西亚总统普廷，这连续来访正是北京当局的贵宾，拢是中方挑工安排。It's some very cheeky diplomacy on Beijing's part. They're loving the optics of this. They're loving being the centre of world attention. I mean, diplomatically, this is a good look for China. So I think that's probably what it wants from this, a sort of reinforcement of its image as a global player. 伫相关元首高峰会以外，中国甲罗西亚两国部长甲处长也分别进行会谈，有计签署几10项的合作协定。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美国司法部宣布起诉古巴的前总统94岁卡斯楚，指控伊伫咧30当前做古巴国防部长的时阵，指派战机甲美国民间组织的飞行机拍落来，造成3个美国人死亡。这是美国70当来头一届对古巴的最高领导阶层来采取刑事起诉，因为古巴这边是批评无影无迹的政治操作。美国代理司法部长布兰奇伫迈阿密开记者会，公布古巴前总统劳尔卡斯楚的起诉书，内容指出，1996年做古巴国防部长的卡斯楚亲身授权派战机伫国际空域，甲2架伫美国的古巴人流亡组织兄弟救援的民航机甲崩落来，造成4个人员死亡，其中3个是美国公民。卡斯楚已经94岁，而且人伫咧古巴，也毋过美方强调绝对会追究到底。We indict men outside of this country all the time, and there's all kinds of different ways that we get them here. The reason why we indict somebody is because we want them here to face justice in front of a jury of their peers. 起诉前总统的消息传登去古巴，现任的总统迪亚斯卡奈也伫社群平台批评美国骄傲而且乌白按罪名，想要为军事攻击找借口。古巴政府强调，迄当阵是因为这非法的飞行机侵犯古巴领空，而且也反政府的宣传单，当局为着正当防卫才甲崩落来。首都哈瓦那民众也真反弹。Todos los días se inventa una nueva justificación, un nuevo argumento, una nueva supuesta causa.Para condenar a Cuba, para atacar a Cuba y para crear problemas de algo que pasó hace muchísimo tiempo, de algo que se sabía.
起诉案拄啊好是川普政府扩大对古巴施压，互伊转换政权的敏感时刻。目前古巴伫美国的石油封锁之下，面对几十年来上界严重的停电甲物资欠缺的情形，民间甚至有人敲鼎仔咧抗议。也毋过美国总统川普表示，美国局势未升级。What we're going to see, it's a failing nation. You see that it's falling apart. They have no oil. They have no money. It's a failing nation. So I just can't tell you that. But we're there to help. No, you won't. There won't be escalation. I don't think there needs to be. 虽然川普强调局势未升级，也毋过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伫咧古巴独立纪念日发表影片，批评古巴军方控制的大型企业集团抢人7成的经济甲财富，这是造成停电甲欠粮食的凶手。卢比欧强调，美国会谢过古巴政府，透过教会对民间直接提供1亿美金的粮食甲药品，搁再加强古巴政权转换的压力。公司新闻陈伟林编译。美国参议院以50票赞成、47票反对来通过战争权力的决议案，限制总统川普对伊朗开战的权力。所以来这案就会送去众议院来审议，不过若要过关，可能是真困难。美国参议院19推进一项战争权力决议案，要求总统川普若是无得到国会的授权，就必须停止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这嘛是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开始空袭的80天以来，共和党内真罕见公开挑战川普的动作。这摆的定数性表决，如果是50票对47票通过，有些共和党的参议员是加入民主党的阵营支持决议案，另外有3个共和党的议员是无出来投票。All of the things that you see me fighting for so hard, and it's always tough. You know, we're negotiating with Iran, and then you have the Democrats, I call them the Democrats, putting in a bill that Trump should immediately stop. 美国两党是真罕见对川普采取真严格的下党派的制衡行动。不过，伫这进前，川普的共和党伫今年已经7摆伫参议院主动亲像这种决议案来通过。伫众议院嘛以小可差3摆甲战争权力决议案动落来。美国的宪法明定正式宣政权是专属国会。这摆的投票结果对长期捍卫宪法的议员来讲是重大胜利。不过，这只是定数性投票，所落来除了参议院正式表决，搁要伫共和党主导的众议院过关，而且连两院拢必须摕到超过2/3的多数决，才有法度推翻川普暗算要提出来的好决权。虽然白宫讲即马冲突已经结束啊，但是嘛是持续封锁伊朗伫荷姆兹的海上行动。19川普搁一摆呛讲要对伊朗来发动军事攻击，而且一切拢准备好啊。不过伫海湾盟友的说服之下，这伫行动进程1点钟决定停止。We're going to end that war very quickly.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re tired of this. Should have happened for 47 years. Somebody should have done something about it, and it's going to happen, and it's going to happen fast. 川普伫北京发表演说的时阵讲，伊朗的领导人是恳求达成协议，但是伊警告讲，若是无共识，美国攻击伊朗的时间有可能伫22、23、24，也是后礼拜，而且绝对袂互伊朗去摕到新的核武。公司新闻新乐报编译。南韩的 Starbucks 星巴克18时阵有推出叫做战争日的行销活动，所以因为迄天是光州民主运动纪念日，就互外界来批评是咧消费历史，民众也发起卖买星巴克的行动。因为这韩国星巴克的执行长也自安的入关。5月18是南韩光州民主化运动46年，就伫咧全国少年民主烈士即天，南韩 Starbucks 推出战车日的活动，甲几套保温杯俗俗啊卖，引起社会批评。因为1980年即天光州事件，独裁者全斗焕派军队甲战车镇压学生甲人民，造成真严重的死伤。毋那安尼，伫咧宣传的文案内底，阁有一句“啪”一声放伫咧桌顶。起用这个讲是咧警惕1987年学运人士朴正德去互刑求往生，警方阁要暗砍事实的时阵讲，敢若是桌啊啪一声，人就死啊。这个行销的活动真明显就是欠缺历史敏感度，互南韩的民众放火头倒，网络足侪人要甲 App 的会员退掉，甚至阁讲要甲寄的钱退掉，等等抵制行为，千外条足受气的老话，咧甲 Starbucks 洗面，连总统李在明嘛发文谴责。南韩 Starbucks 19正式回释咧，承认应用无适当的行为来行销，承诺会培训加强员工的历史意识甲道德标准。母公司新世界集团会长戴永定嘛发表道歉声明，讲规个集团欠缺历史意识，伤害公众，
遗族还佫有受害者。南韩 Starbucks 执行长孙正贤了后嘛去互开除 ，Starbucks 全球总部嘛发表声明回释的，而且承诺会展开铁闸。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国际有啥物要紧带，带大家做回来看世界。马尼地夫有5个呛水研究人员，甲1个搜救人员渡水死亡，这是马尼地夫有史以来上严重的呛水意外。即马为体拢已经送上花，要来调查详细意外甲死亡的原因。南韩的三星电子原底今仔日开始要进行18日的大罢工，经过南韩政府强硬介入，伫咧最后一刻，劳资双方达成共识，工会宣布要暂停罢工。落尾来看，立陶宛侦测到无人机的威胁，佮引发空袭警报，就连中央政府的官员拢总特地来避难。欧盟执委会主委冯德莱恩就指控罗西亚佮白罗斯的无人机威胁安全，而且也讲欧洲会来做出回应。受到中东战争的影响，台电表示讲，因为这天然气的价销大起，5月发电的成本是已经增加130亿。民众就来烦恼讲，电钱敢会起价？经济部长景明显就强调讲，会佮甲行政院来反映状况，讨论应对的政策。伊两大原则就是要来稳定物价，甲台电袂使倒。中东战争出现和平的希望，不过国际能源价格永远是真贵，包含天然气机会普时日限支票19是9块6分的美金，也是真悬无稳定。中油4、5月平均调起电价用户天然气价格，不过咱国进口液化天然气有8成供应国内发电使用，也就是发电变较贵啊，对台电增加财务压力。我们也会适时的把这种情况或这个挑战，适时让这个反映给行政院知道。看看怎么样来因应啊？那不过我们还是会责成这个台电公司尽量的开源节流。经济部讲会甲行政院反映这状况，讨论应用的做法。台电证实110年度预算内底编列天然气价格是每立方公尺15块，不过这阵天然气价格每单位已经超过19块，加上使用天然气占的比率真悬，对5月起气源成本每个月增加130亿。业界更加推测，台电3月天然气发电燃料成本大约是250亿。虽然热天用电大价值要高暗时上大负债可能是历年来上悬的。气源发电成本恐惊比380亿较悬，也若到2026年3月，台电总计已经了3500亿。各界真关心是不是在咧看待9月份电价审议结果。台电公司的责任是我们把所有经营状况去跟委员会做报告，那有哪些部分其实是燃料成本，我们都会一一做说明。按照现在的计算的话，每度电你要调升0.6到0.68，是成本。因为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稳定供电，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才是照顾民生台电当然是不能倒。经济部强调，等9月份天然气状况更加确定，会向电价审议委员会报告相关成本，也强调会以稳定物价，也个台电袂使倒是两大原则，并且包含中油甲台电两间的拨补，拢会对行政院来报告甲争取，希望会使补平大环境带来真大的了钱倒侵。记者综合报道。台中丰原正有一个伙仔5个人是当着诈骗了真侪钱，落尾选择做伙行底路。昨法院一审宣判这个姓李的主嫌判刑11档，不过家属是认为这判决的结果无符合社会期待，所以会阁提起上诉。去年7月，台中丰原姓王的一口罩，因为去予一个姓李的集团买物件带头诈骗，落入去投资的陷阱，煞卖规口罩行底路。20台中地院一审判决，姓李集团的头判11档。王家竞赛无出庭听判决，是民意代表来转达。不过，因认为判决的结果无符合社会期待。我始终期待法律能够还给我太太一家应有的公道，让坏人得到应有的重惩，付出法律的代价。现在判决11年，明显不符合社会的期待。来看规个案件，集团的头原底是用大笔黄金来吸引王家，再去用新的投资者的资金。立予进前的投资者，互被害人当作是有趁钱，煞尾佮投入更较侪资金。王家去用骗1536万了后，就讲无想要佮继续投资，结果去互恐吓，最后未堪接压力，
才来行底路。台中地院认为，设立集团的头涉犯银行法非法收存款业务罪，判5档4个月；三件刑法诈欺得利罪判2档，还有恐吓处财罪判4档6个月，拢总判11档，而且没收犯罪所得加不法利益。被告为了满足私欲，犯罪手段极为恶劣。虽然被告在审理时坦诚犯行，但至今仅与一名告诉人成立调解，尚未实质赔偿，难认有真实悔意，因此认为应予重判。有期徒刑最终可以判到20年，检察官只求处15年，那法官判11年，看起来是很重。但是被害人家属说，这5个人生命，被告用什么去弥补？只有加重其刑，才是对被害人是最公平的。被害人的委任律师就表示，这个姓李的查某人用逼笑的方式，甲王家一口罩逼甲进无路、退无步。去互发现了后，佮想要串通证据欺骗检方，到今对被害人嘛无任何的赔偿，已经甲家属决定上诉，为死者讨一个公道。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北部一间科技大学是传出有研究生行底路，讲是因为论文的问题，互指导教授来刁难。这死者老爸表示讲，唔知影教授甲因后生之间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敢若知影因囝压力真大。伫这调查结果出来之前，校方是已经限制这个教授相关的指导甲教学。我儿子发生这个事情，我感觉到我非常的难过，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另外父亲他的一点点的所谓的表示，我真的是难以接受。想到辛辛苦苦请养大汉，伫咧读北部某一间科技大学研究生的后生，所认为敢若是论文的问题，认为互指导教授刁伫19自杀。伤心的家属只个若想要知影个性乐观正乖的后生，甲指导教授之间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说什么论文改来改去的，他说我也不知道，我也听不懂，我学历没有那么高，我只知道他说他压力很大，但我说你对老师要做绝对的尊重。代志的表在，敢若是因为有网友伫咧网络顶发文讲，伊一个读北部某一间科大研究生的朋友，敢若是因为教授长期家刁所自杀。论文的题目自1个到这么该4遍啊，互这个研究生讲已经尽力啊，也过真忝。学校讲，代志发生了后，遂向家属表达慰问，20正式启动全面调查。等调查结果才会比较清楚，到底发生的具体细节。这位老师没有说有学生提出什么样的控诉，暂停他的上课啦，指导了这个研究生的工作。学校强调，伫咧调查结果出来之前，已经对相关教师的教学甲学生指导权限进行管制，其中教学甲非级别性的指导工作拢暂停。因若任何个别事实的认定、指定的归属，抑个速落来听诉，拢会依照正式的调查结果甲法定程序办理。调查结果伫2个月内就会出来。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消息来看，有一个记者鋪文講，伊進前去高雄石板的這個養殖場來採訪，一個手機仔線搬落去，或者石板吞到腹肚底，經過8個月，這隻石板死去啊！為着要來了解死因，有甲破腹，結果真正佇咧腹肚內底找到一支手機仔。養殖場內底一個查甫人徛佇窟仔邊，摕手機仔要翕內底兩擔石板，所以雄雄一尾150公分長的魚仔跳起來，還驚一個趕緊退後。不過個手機仔已經互魚仔食落腹肚底。這是去年9月份發生佇高雄永安一大養殖場的代誌。查甫人是來要採訪的記者，因為窟仔底攏總有7尾兩擔石板，原地伊已經放棄找手機仔。想不到月初養殖場佇咧解剖化驗一尾翹起的石板，就這麼拄好找到消失8個月手機仔。那個可能腸道阻塞。造成它的進食可能比較少，然後免疫力下降，造成弧菌感染。所以嘛，像有可能講是這個手機去影響到伊的消化系統。但是那個龍膽石斑就是很貪吃的魚，對，所以說這個也很難講。有人嘛捌摕細型攝影機要翕水底魚的狀況，所以石斑魚一喙吞落去，雖無畫面變烏，也是溜溜啊看會出來是佇咧魚仔喙內底，加在落尾有配出來。養殖場講，兩擔石斑貪食，
看到有物件伫水面海来海去，会当作腊肉去合来食。这尾食手机的石斑鱼已经23过，是因的禁忌。手机主人真烦恼，是毋是手机甲害死的？安那高雄科技大学教授认为，原因真好讲。鱼摄食到这些异物基本只要这些异物没有尖锐物，短期都不会造成它的危害。那另外我们看的是这只手机的对于这个高强酸的一个环境以及高盐度的环境，还可以在8个月这么完好如初。养殖场初步先甲吹回来手机做砍锁的处理，也甲当事人约1礼拜5要见面。相关到时要做回来见证，看卖这支伫鱼岛内底8个月手机是毋是有法度重新开机正常运作？记者郭家祖、赵勇、高雄场报道。屏东有一间国小最近是举办像是易佛节的活动，有一寡家长是认为无该妥当，因为校方是强调这活动甲宗教是无关系，已经办几啊档嘛无强制囡仔来参加，因过引起疑虑，未来应该个调整。当下这些穿黄色衣服的人有拿着小朋友的手，就是拜拜啊，或者是有浇水之类的。家长提出相片，质疑为什么一群学生会伫学校内底对一尊神像搁拜搁加呛水，像咧进行宗教仪式。神像的边仔有几来位志工人员刷落来带学生去领田路。学生囡仔领甲真欢喜，但是家长认为这种情况有违反教育中立的问题，质疑宗教哪会当进入学校？我到学校的时候是看到一个小玩偶，然后我当下就觉得这是什么东西，就不知所以的。你都已经把他们请到学校来了，那又不跟小孩解释，我觉得这样有点。可惜的这一个活动这样子，并不是说去针对任何一个团体，或者是说排斥哪一个宗教活动。经过实际询问，校方表示，因为以前有佛教团体申请来学校做品德宣导的演讲，合作几摆过，后来希望会当伫义佛节结合母亲节的感恩活动，让学生体验讲好话、做好事、存好心的三好。因为校方认为不是正式的课程，让学生自由体验，就无另外通知家长有这个活动，造成家长误会和质疑。学校后一届会搁做改善。调整。那最主要也是配合母亲节这个感恩还有品格教育的这一个活动。那我们没有强迫小朋友每一个人都要参加，是采自由的一个参加的一个形式。那利用下课时间，小朋友想要来体验的就可以过来体验。针对外界质疑。县府教育处回应，经过初步了解，活动无算是宗教仪式，单纯算校方规划品格教育活动。不过教育处嘛强调，学校要遵守教育中立的原则，落实和家长沟通，尊重信仰自由，避免搁引起争议。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伫咧台东关山的清水公园，这人工的浦岛是有真侪鸟伫遮生炭。公司表示讲，自27年前这本所掩排场改做清水公园了后，因就规划人工的蓝仔地甲浦岛，还佮加上这几档这游客数量减少，清水公园变得是成做生态丰富的基地，所以也希望讲会当透过这个机缘来推动生态旅游。姚灵溪爸母倒来修林照顾鸟仔囝，边仔鸟仔树是小白灵溪，因的爸母嘛咧饲鸟仔囝，佮有黄头灵溪鸟仔树嘛伫附近，各种灵溪科的鸟仔类同齐伫遮生养后代，大家做厝边，甲这个树桩当做联合工具，生态特别趣味。这是台东县关山镇清水公园27年前对本所场改来，迄当阵规划2座人工浦岛，就是希望有一个友善的生态环境。县公司统计，关山镇今年1月到3月有60多万人来遮旅游，比去年减1万人，可能是因为最近的旅游人数少，减真侪人为的干扰，生态更加丰富。镇公所希望当透过安尼的生态景观来吸引游客旅游。来到了现在这个时间，在我们清水公园 B 区的2个人工辅导。都可以看到这个万鸟传动或许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导入公民科学的记录，然后去记录这些鸟类的种类，然后它的育雏时间，还有它的数量。不过生态工作者提醒，虽然人工浦岛离河边有一段游客来观赏灵溪，也是袂当吵闹，嘛唔通用闪光灯来翕相。记者综合报道。花莲有民众伫咧七星潭附近的石仔加工厂是看到一只30公分长的杜丁，真大只。后来去查才发现，讲这竟然是中南美洲的外来杜丁。目前伫国内是头一间发现到，到底是安怎会伫咧台湾乱踅？也敢有亲像这青皮杜丁伫咧台湾生产，也该调查了解。规身躯青青乌乌，背溜阁有明显的刺。
这只长尾30公分的图钉，就是伫咧花莲青青潭后面上发现的这尾图钉。伊的颔棍因为有一链黑色的纹路，所以又搁号做乌宽颔棍图钉。伫咧南美洲足接看，不过伫咧台湾算是头一摆发现。它这个是它的那个泄殖腔，然后泄殖腔旁边大腿腹侧的这个鳞片，它有那个黑色。这是表示它是那个公的，母的就没有。母的没有这些东西。不过，这尾图钉是安怎会伫咧台湾花莲七星潭出现的？台湾爬行类动物保育协会研判，其他国家捌因为人为的货运才会扩散的记录，为发现的地点有代理这工厂研判，可能是进口石材才炸入来。那这些大理石工厂是有可能从这个南美洲，尤其是巴西，他们在出口大理石的时候，有可能在打包这样子的过程中。不小心把这个蜥蜴不夹带进来，目前看起来是个案，那持续观察。那后续如果发现真的可能是有族群的话呢，那我建议是必须要有一个地毯式的一个调查和捕捉。县府农业处真重视这个案件，因为这尾图钉目前也无列入做外来物种的名单内底，是不是已经有族群，也搁等待调查厘清。那我们会来跟林保署还有防检署来确认说后续的处置方式，我们也会由农业署这边来请我们的大理石业者来呼吁他们在进口食材的部分能够确认一下，周边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个生物跟随着进来。因为这尾图钉无属于国际保育类的动物，嘛无确定这个物种是不是有传染病，所以农业处呼吁民众若发现，就要赶紧甲农业处通报。记者综合报道。伫咧新竹的新瓦澳客家文化保存区展览馆有展出105回策艺大师王庆松的作品，因为大家反应真好，原地这展览5月就要结束，即嘛是延期到7月。咱公司第台记者嘛有去采访到这位国宝艺师，带大家做回来看卖。这学者难的是，这20岁啊，较白的是吧？对，所在个部分的是。描写按就可以啊。台湾少年辈策艺老师王俊伟和伊高龄105岁阿公策艺国宝王青松大师讨论家己的作品有啥物所在爱改进的。叶啊安怎放较好势？叶啊嘿放伫倒位较好？叶啊即摆现时呢，一叶啊真个顶悬遮敢爱？顶悬爱，顶悬部分的是。 105岁的策艺老师王青松，伊的人生会当讲是台湾策工艺100年发展的缩影。手艺传家族3代，是台湾上代表性的策艺世家。即马高龄105岁王青松，伊搁咧创作，而且伊嘛讲写生是上重要的。无写生，原来话安尼就袂适宜咧，一定是要去写生做根本基础，啊再落话。 看这个芹花啊吼，伊甲真的芹花阁无生了无啥共，因为真的芹花伊是喇叭状迄款的，啊，毋过伊100度的芹花，伊画了加较圆，伊去写生了后，伊阁家己去整理了后，才画出来作品。王俊伟讲，阿公食到100外岁，啊，毋过身体阁真空健，除了创作，平常时嘛喜意看电视，因为生一日本时代，上爱看日本的 NHK。王俊伟讲，对阿公的身上学到认真这2字。 伊做代志非常实事求是，一定拢是照步安尼一步一步甲物件做啊好。王青松一生摕到真侪荣耀，对艺术的坚持，啊，搁认真对待每一幅作品，嘛甲这个精神传予后代。105岁，搁咧创作，因为伊搁真享受在艺术的当中。记者洪秀南达报道。 为了今年高雄的春天艺术节，这在地背艺歌剧团是专工用台湾妖怪传说《波斯教》做主题来编写一出年度大戏，要来演出。团长林背艺就讲，台湾的妖怪故事是真少人咧做，而且为了要呈现这新幻的景致，除了服装是下真侪功夫，这届嘛有动用到 AI 的导演，会当讲规出戏拢是满满的视觉享受。 无
无论是歌词念唱还是手势动作，扮演主角宝山鸟的林佩仪，带领一阵比今年岁无到30岁的少年演员，一遍搁一遍来排练。第2年入选高雄春天艺术节的佩仪歌剧团，这届延续去年的故事，用这真少人知的台湾妖怪宝山鸟来做主题。故事主要是写人甲妖怪之间的冲突化解，为了要让观众感受到神鬼故事的境地，这个导演也大量结合 AI 导演技术。百鸟朝凤，百鸟来庆贺女王。你想想看，我们要多少只鸟出现？所以在舞台上就已经有20-30个人了，再加上我们的投影空中的都有很多鸟悬在那边，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气势就出来了。除了结合科技提升表演的成功效果以外，演员也展现真功夫，有真侪拍练到的动作戏，甚至有的特技动作，拢是因一届搁一届去试验调整才练出来的。团长讲，因的演员虽帮年岁少，不只个拍底功夫10把，这几年伊带咧内台外台世界走，为歌戏培养后一代接班人，无形中也培养出真侪少年戏迷。有国中3年的，嘛有国中1年的，因就爱看歌戏。这种的理念真好，就是爱当互因慢慢对少年就开始接受歌戏，安尼因就会当对以后我会当甲阮妈妈讲啊，甲阿嬷讲，甚至我大汉啊，我嫁翁生囝，我可当带我囡仔来看戏。连续2年入选高雄的春天艺术节，为了要推出台湾民间的传奇故事，林佩仪讲，这届伫咧服装、音乐、甲武术动作的设计，拢有特别下功夫。邀请大家7月11、12两天，小酒来台东艺术中心看戏，支持在地少年剧团。记者郭家祖、邱超雄高雄场报道。来看第2是推出坐火车游酒乡的活动，会当做伙哪啉啤酒，哪欣赏现代的美景，心情轻松，嘛当做伙来跳舞，吸引到不少国际游客。有100年历史的老火车，哪走哪淡水咧声，窗仔外看到的是空旷的田园，甲一站一站的山谷。这个时阵，甲几个好朋友做伙饮酒干杯，真正是人间一大享受。第2国家铁路最近推出坐火车游酒乡的旅游行程，请不少民众来体验。Fue una experiencia súper interesante, bueno, por todo, por la experiencia de estar en un tren que tiene fecha de 1920, o sea, igual eso es una experiencia bien significativa. Y en compañía de mis amigas, por supuesto que se hace mucho más entretenido. A la movilización propia es que tú puedes disfrutar de toda la experiencia vitivinícola degustando estos vinos y por supuesto no conduciendo, que permite entonces tener plena seguridad desde el punto de vista del traslado de los distintos lugares. 网络听课有名的酒庄，除了有歌舞迎接，品酒当然是上重要的节目。旅客阁会当直接入去到酒库，亲身见证美酒是安怎结出来。沿路有各种的美酒做伴，心情不了样的旅客，规气伫车内唱歌。若是安尼阁无过瘾，翻头的路人阁会当做伙去特定的车厢跳舞开 party。第2全国有200外的酒庄，每当举办40外场丰收的庆典，为这个酒乡的旅游提供澎湃的活动。Fue excelente y traje a mis amigos brasileños para conocer un poco de nuestra tierra, lo que es no solamente el vino, lo que es la naturaleza, o sea, ver esta geografía, ver las montañas, el campo, la tierra, y fue maravilloso. 目前结合怀旧火车甲品酒的活动，伫第2正受到国内外游客欢迎，无形中为铁路交通甲美酒的经济注入新的活力。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伫咧芬兰的首都有一条跨海大桥，号做科诺布里桥，最近是启用。因为这为着要推动环保所打造的绿色通道，所以这条桥是禁止汽车甲奥多麦通行，敢若开放互人用行的骑脚踏车或者是电车会当使用。不过当地民众嘛有无共款的看法。连接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中心到附近岛市的跨海大桥科诺布里桥最近正式开通。这座桥梁全长1.2公里，上悬点是135公尺，除了比134公尺的主体大楼卡拉萨塔马塔楼搁较悬，嘛大大超过赫尔辛基的另外一个地标72公尺悬的奥林匹克体育场塔，加上主桥亲像旋石同款的造型，和科诺布里桥一个开通，第1个假日就成超过5万游客。Hieno silta,
erittäin upeat maisemat, niin kuin nytkin jäin tähän ihailemaan maisemia. Kova tuuli, että se on pieni miinus, mutta pidän erittäin paljon.康乐布里桥干那灌奖就开2档的时间，不过对着这座开3亿2600万欧元的桥梁，干那提供过路人脚踏车甲电车系统使用，完全无汽机车道，民众的看法好歹真差真济。 That is a hefty price tag for a bridge that is essentially only for certain modes of transportation. So of course, based on that, many people said that this bridge is unnecessary. We could do well with just ferry traffic or just improving the public transit connections on the existing road network. 近年来，河尼新基继续投入数十亿欧元，发展交通甲自行车的基础建设，目前全市自行车道总长大约1300公里，预计伫2029年进前佫增加80公里。 不过，对2010年以来，当地自行车使用的比例一直维持伫9%到11%左右，并无明显的成长。因为冬天大寒，佫常常有强风，嘛限制民众骑脚踏车的意愿。要反对这项工程的市议员坦白讲，虽望质疑过预算的合理性，不过最后的成果确实使人印象真深。公司新闻新乐报编译。在新闻的最后，咱佫再来关心各地头的气象。 北部地区24度至34度，中部地区24度至33度，南部地区24度至34度，还有东部地区23度至32度。 继续来看外岛地区24度至29度。感谢您收看今日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陈雅纯，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